心莫开哟，莫冲我的心锁。闹热倒你腿，闹热降下来。今天嘛个情景啊，哎呀，因为多人呢，有两边空空啊，没人啊哈。空虚寂寞觉得冷哎，哎呦，会冷呀。对啊，比赛一天有你那有可能空空啊，对吧？特别节目，下礼拜就中秋节冇錯。今日做嚟咧中秋節嘅特別節目，特別節目，所以一天有邀請到特別來賓啊！哦有，精彩厲害來賓咯！兩組，鬧熱組同擂台組，風組撈槍組哦，槍組，先介紹下嘅鬧熱組，分享 TV 李比倫，沙下來，鐘伯強，走哋哈，林光權鬧熱上場。沙落係彭世娟，講最尾呢唔是個小雞嚟啦，哈，最緊要用型哈，佢哋幾用型，佢用鴉片咩要啊？哈，來，介紹。對，係主 TV 喲，顧家姐，還有檳榔西施啊，出來了，沙落搶家琪，家琪妹啊，沙落小吉娜來門中，小吉娜，最後係彭世娟，一份為咗埋冠軍嘅掌聲！太高，歡迎哈！歡迎來參加，中秋節快樂！月圓呐，人團圓呐！團圓在哪裡？月圓人圓圓啊！我們不用去外面，唔是鬧拜上面，你啊鬧嘢就懂講嘅嘢講啊！好多地區都要哦。為什麼我要出去啊？奇怪！哎呦，點會半夜班呢？特別節目誒！特別節目咧，對啊！啊，你用嚟教呢？用嚟教哦，青豆膽演好教。愛吞講哦，偏偏有比賽哦，有比賽一定有獎金嘛。當然咯，所以這兩嘴寫來同寫乜變化？一聽咯，洋人有，一般人有。一般人殺死他們！哎，輸的我跟你講會有終極懲罰。真的，對，我不知道是什麼懲罰。我也不知道，好可怕哦，好可怕。但是應該是替他們感到可怕。對啊，所以我們會贏，沒有什麼好怕。話不要說得太早，好不好？對啊，我覺得至少第一場要拼氣勢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準備好了，隊伍導演哦，好了，隊伍有嗎？女士優先，隊伍。好，來我們一起來，他們的隊伍來，預備起，擂台吹，站，擂台吹，講，擂台吹，一聽呀！哎呦，我的媽呀！很遜嗎？有點心虛，我覺得不錯啊，知道，很棒，對啊，很柔和啊，就差不多你們就是軍心渙散的那種感覺。上來幫你跟鬧熱吹，來了，看過來，預備，1、2、3，嘿唔嘿？養嘞，熱班看鬧熱，鬧熱一定要，倆出黑，讓最熱 feel。佢剛才用一條那個是不是老了那種，對，你老了那一種專輯也是蠻慘的呢。沒關係，我們只要贏就好。還要收買敵軍啊！數咧，沒發現來講啦，其實哈，你唱推這種的歌曲哈，其實他心裡頭是覺得我們贏了啦。隊長是我，沒有，我說唱對方的，我說唱對方隊長的歌，擒賊先擒王，他就會覺得我們贏啊！真的，你們是心機重啊！不要先那種先甜，再那個，等一下會讓你們輸。他就敵了，這個馬松金行啊，NBA 遊戲比賽來，好，記者導演啊，鬧熱食果王，看到你鬧熱吹芒耶！冇地方養啦，天差不多養啊，對，但是這位啲嘅，有雜嘢，你平時欣賞啲嘅咩？糖嘅果嘅仲多啊！某一天哦，糖喺果度，某一天會創，某一天會下。係啊，有咩有可能？係啊，而家糖豆給我中醫糖嘅果嘅可能就下唔到。譬如，MD 哦，你下唔出嚟，睇次間就跌咧啊！當然食果嘅先最安尼較經典嘅果。
歌的嘛。经典的歌哦较经典的歌，哦安尼吉娜很先来啦。好啦，董演的客家天团。你们上面有那个作答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在表演了哈，都在下哈。等一下好答案就写在上面，我们给你们20秒的时间。好，做的甜甜冲嘛。好，走对了。好你喜欢冲就坐在冲啊。嘿好，开始作答，给你们20秒的时间。哦，好，先作答。好紧张哦。对啊，要先作答。对啊，你们知道要唱什么歌嘛？对吧？好，当然是要先苦后甘呐，对不对？3、2、1，哎，时间到到啊！哦，好嘞，时间到好嘞。好，走的哈，有把握哈。下回啊。卡斯有印象唔错哈，唉，哎，做得。好啦哈。有可能没有影响，唔知道对吗？董演不一样，对呀，听错不一样啊。好了，安尼唱安尼金曲歌后的冲那条，吃假的冲该了，来，哦耶，哎，中伤了。哦耶。做嘛该总是强勇的事，一摆一摆又爱过了一摆，从黑色无奈，头脑有着空，将爱过心也摆，来又一也习惯。总是行不开，也实在无奈。哎呀，这位准备接了哈。有地方我都不想再讲一摆，梦你会了解。想干嘛该，你总是爱不爱的。世军，我过不你，就去了店里。我又唔系呀，都是你摆到嘅错，朋友扮演了。我过拜，你冲动把头痛快，这些跟音抢走的顺风体，黑梦还爱做 bad boy， 就讲一声拜拜。好，不会做对了哈。伊个歌冲都懂火啊，嘿，伊也歌的嘛，对吧？但是假期啊，就冲得哩哩啦啦的。哩哩啦啦，嘿，俺这过一看啊，看起来就冲对嘛，好来，好来，一记 TV 你会了解。其实我爱冲反言啦，你会了解。希望你会了解啊，了解，好罗达妹妹，了解嘛，了解。了解哈，了解，所以他有唱嘛，有冲啊，你为什么用蛮下两张？好呀，对呀哈，对呀，对，哎，恭喜你答对了，谢谢。我觉得像纠察队。听一位，哎，俩嘿，莫个本人唱，去到嘞，尽力，尽力。你迄那会就死啦，还有迄抽啊唔抽，还有就那种尽力啦，尽力啦，没用音音都会了发音，哎，有，没有 N 呐，哦哈，我按的有对嘛，有对，耶，恭喜你，谢谢，做得挑歌嘛，马该，希望你给马该，了解你的明天，你的明天在哪里？希望你会了解你的明白啦。明白啊，明白，你刚刚我记得你就冲明白啊，嘿啊，明白按明天。游下到明天他不了解他的明白我了。真的不了解嘞，对啊，要让你了解你的明白。你喝太多了，啊，所以啊，忙了，恭喜你，查错了，有机会，来，我够快吧，枪凶斗，搏前爽快。哎呦，原来我们亲兄弟把枪爽快。枪凶斗，切嘎爽快。哎，切嘎咩？切嘎。慢很按头诗嘞，谁叫你就写切嘎就会。你这个叫 gay 搞，你知道吗？假会，其实笔画比较多呢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我们不是算笔画。对啊，恭喜你答错了。我们歌就是有国际化。这个呢？哎 ，bad，
Bad boy，答错对，了，哎，答错，我的心碎了，我的妈！好了，杀了俩一条哦，太极杆还抽不抽？你们就自己看着办了。糟糕了，所以他们才你给人家刚刚答对2题而已，才2题呢。哎，我们有机会，我们有机会哈。老天爷啊，我的天！杀好了要条，对你们来讲要送分题啊。好，金 Q 狗狗的狗来，先写，先给你们作答20秒20秒的时间。时间到了，好紧张哦！1992年，92分了没？还没出生呢，还没出生。到现在你们应该有听过，对，现在有听过的，太经典，公就谈过了，来，老师请讲，金曲歌王来了，哇，好好听哦，听原声呢，看真人呢，原声原语。无意中等着你，雄雄不敢来相认，往事茫茫渺渺的像流水，难忘过去的情谊，脚步山愈踏愈近，不敢我偷叫你的名字。来咯。霜冷风吹过来，痴情可恋的无奈。老夫一丛有情意的花蕊，无讲一声就离开，想来全然无滋味。我无达到你这款的对待。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看不着身边，窗外上好也替你哭几暝。情茫茫茫到深更，醒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？好，对，这个曲啊，不管谁来唱都好听，没有，真的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真的。一定的啦，但是你唱的是最好听，对啊，从最后唱，真的，你也听过很多版本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很多版本，但是男生女生唱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超越你哦，真的，这就是这首歌厉害的地方。哎呀，你还经典个歌曲啊，真的，跟好加跟马盖哈，这首歌被懂后堂，红阿哥的宽雅给本说，我只是过来看看，看起来有对嘛，看起来对嘛哈，春冷风吹过来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痴情可恋的无奈。哎呀，好，痴情可恋，对，对，对了，来，我们讲正经口唔错，看错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唱 KTV 唱多了，都要看着字，习惯看那字上面还有球在跳的。哎，有错吗？哎呦，DVD 的歌，上了公司群。好了，杀好了一个哈。你还记嘿？我一声就离开，想来全然无滋味，全然无滋味。错也唔错，恭喜你答对了！太好猜了嘛，对啊。来，你还记嘿？人茫茫到深更，醒来看无着身边，看不到，看不到是爱唔到人的，看不到还萧煌奇呢，看不到。你是我的眼，醒来看无得身边，看无得身边啦，看不得身边，也对吧？有失聪吗？看不在身边也对呀，没抽就抽了呀哈。也，你们觉得对吗？对。你自己决定就好。你们严厉一点，等一下我们也对你们一样严厉哦。交个朋友，女生就是这么好骗。交个朋友，好了，算通过了。恭喜！
就是像极杀了这位了爱情。抖音歌王，哎，当我小好也替你。马甲吉他创的啦，马甲。卡闺蜜。天啊！哎呦，我发现你唱的比较像翁立友。又丑毛又丑毛，唱嘛，错嘞，答对了唱了7分，杀了最迷情茫茫第一梦轮到今天，醒来一切是过去。哎呦，单雷来啊，单雷来啊！一切是过去。有哦有，金木啊有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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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情商有冇有，有哦，恭喜你答对了啊！哇，全部冲哎！对，这样我情何以堪啊！真是太过分。对呀，哎。哎，攻守要交换的啦，哎你得到7分呢哎，。攻守交换了哦。哎呀，恭喜你们得到7分了。冲啊，客厅，嘿唔错用哎。七个，七个是谁？亲贼，年轻人。邱老师啊，邱老师，那邱老师不是亏大了？所以你是故意写错的，对不对？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哎，古老的传言呢，自丑也可以吗？站在那跟施凤这应该是有很有创意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很自丑很可爱啦。好啦，你人可爱。公数搞翻嘞！你个擂台吹啊，擂台吹啊，擂台吹啊！刚刚是我们示范嘛哈，是现在请到客家界的大师级的，还有年轻老师啊，哦，你呀，各位，你客家贡献一台，有吗？有哦，你每年版税赚多少？动态啊，系嘛？动态。哦，系哦，今日带来2条歌，不给他团一下，好，不给他填词一下，好啊，好，先带来一条后堂，一定要冲过来啦。先不给的，用20秒来作答一下，先作答一下，先作答好，20秒开始。好，你先带来一条韩歌，哈，快点哦，20秒。哎，没关系，慢慢写，慢慢写哈。我们缝对的哈，我们缝对的，慢慢写啦，写错字也没有关系。对，哎呀，2、1，时间到嘞！好了，好，哎，你翻译写好了哈，准备好了哈。啊，来唱年轻大师的，不敢背。两瓶带来，上联下亲哈。大师，来带来一条韩歌哈。耶！这也是原汁原味啊！真哦，刚刚你也是原汁原味啊！刚刚好。韩国好吧，生命的安度沙，韩国树下做了个老人家，韩西地了高松高下，唔知个会有几多年，韩国西路变得爱认真，韩国天丘。亲像无面照顾，寒西地了高野高处，几多春夏秋冬。比个东啊西那，比个天地，你的爱有多了咪的爱眼底。不管行北行南，行到好把戏，路下最上会传奇。比个东啊西那，老世界给你，你的爱言到了你的爱眼底，不管行啊行，都爱你，不怕。心独立。不差，哎，我看还是做例如这边歪点点其他一张哦，不止哦，对，胆枪哦，我不敢够1块吗？好，够1块哈，哎，
好的，铁机 TV 哎，用太极啊，用太极。你聊聊，各位爱用歌词冲嘛，迄哪一铁机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，冲啊冲啊，冲嘿啊！哎呀好，聊机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心意，你聊机嘿。啊，不管他写什么都对了。对，是不是要这样子？可以这样吗？啊，不行这样啊。哎，歌词冲啊，唔冲？哎，一大堆，没错哈！哦，恭喜你，恭喜心怡！哦，来喽，这位，这个位置好像有个洞一样，我觉得。他吃了2张 B 有一张黑洞，冲冲吗？可听，黑唔冲用哎，亲一个，亲谁？邱老师啊，邱老师，那邱老师不是亏大了？所以你是故意写错的，对不对？挑事吗？对的吗？嘿哦，啊，邱老师，你的聪明。作词人黑你吗？很多好把戏。嘿哦，所以你本人是作词者是不是？我是啊。哦，你是。创作人，他会创作人。你会有下过几下条？你要给他亲一下吗？还是你要忍一下？跳爱躺到嘅笑出来哎，真口的歌词嘛。结果我想被影响。所以你可不以后冲到火把一，对不对？你他买过歌词的呀？奈威希，奈威希啦，哎呦，哦别了，答错了，答错。你要给他勾筋一下。好，下来假题，你来记错啊唔错？好，世界嘅谜。错，错，答对了，他还自己说错。来，我们阿财槟榔摊的文龙跟西施，才哥他本人的歌词下错啊唔错？错。来给错吗？哎，错，恭喜你答对了，答对了4题。一条国美有没有？也是年轻大师的词曲大作，哎呀，上联下清大师的，对，上哀下卡的歌，讲，嘿嘛，哎，讲，就给条，嘿嘛，就这样条，哎，对，来，给你们20秒的时间，来，哦。不要偷看旁边的文竹。文竹他斜视，你怎么这样？不念牛刀哈。好，时间到了。时间到嘞。好了。呀，跳过我们第二的节目当中啊，真的。没这永远冲。就有人长水朋友在冲呀跳过耶，哎呀，冲爱就如果冲了，哎，都会冲嘞。洗脑了，洗脑非常洗脑的歌哈。哎，讲呀跳过来，哎，来听原汁原味的好不好？来，好，耶。上爱使声音跳入了汽车看风景里行 On my way That's right 我出发嘞带到歌曲唱唱记忆里唱随时走在翕相纪念 On my way That's right 银行经单嘞看怕些些，该游动发感就该难忘的，敢么去变好事到天。用力，准备哦。三当爱，讲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讲 ，That's so beautiful。青春快，莫少你动路线，讲 ，That's so beautiful， 讲 ，That's so beautiful。哪题？天天哦，轻轻松，慢慢一条歌那个冯队哈，个人可以啦。冯队，你的冯队哈，你的冯队子不是我们谢谢那个只有一个星宇吗？其他人是星宇 and friends， 其他我当他空气啊，星宇 and friends。来你的 TV 用力，好，哎，来唱，来练琴来冲一下，了解。有冲对吗？真酷的。韩国将晓得。
爱改家乡。是不是唱错歌啊？错，棒哎，创作人。跟真口的有蛮错。爱行歌唱晓得哦，爱行歌唱晓得。答错了，这很像词曲创作人，自己创作人。对，上好的俩一笔啊，心语，他应该不管怎样都对吧？哎，俩一记嘿。山高流天，一条出来鸟语发香。你唱山歌的时候啊，那刚好可能会你听不出来，你听不出来嘛？哦，他走红起来呀，故事就出来，体育的故事就出来哈。有，哎呦，还错不错？创作很厉害，创作很厉害，但是不错。只有心语答错就没有了，对，就没了，就没了。罗哥伤心，罗哥伤心，这个神仙也难救了，真的啦。杀了，来稳住俩一记。哎呦，白葱哎哈，六仙，莫少里东六仙。东了仙，有唱过一條歌啊，文總。有唱過嗎？有練歌啦，有練歌，有親愛嘅有兩件啊。你們父母猜了必須就再見了，你哈一首歌就再見了。好啦，答對了，恭喜文總。三來假期也記係。強嘅鈔票哦，有一點接近啊，強的鈔票，公學的呀，公學講強的鈔票嘛，對不對？你國語一定是青青綠地，沒有，青草坪，青河邊草哦。而且他剛剛是唱青青綠地，對，你就只講永聰了，所以假期就。答錯了，來，才哥，哎呦，哦，才哥兩記，哎呦，神救援，兩記很有蠻衝啊，慢慢兒下安咯，下安咯，安有喺衝嗎？做得好，安沒有發很好，但是還做得好，做得好，才哥答對了，安尼得到幾多分啊？2分加個4分，6分，謝謝，直接頒獎還要攻守交換，還要攻守交換啊！也謝謝年輕大師啊，謝謝啊！哎呦，我們亞團搶到那個哈，這個行動 CD 啊，哎，林俊傑，哎，給好久交界的，哎，小咖喱，紅藍交錯了，你等他很會翻一條狗哎，嘿啊，張偉峰一下，好，踢一條狗哎，那就剛剛既然講到林俊傑，就再來一首他的最經典的歌，叫做《江南 Style》。江南 Style，哎呦，你是沒有關係。好了沒？時間快到了。哦呦，三盲小，多嘛。3、2、1，時間到嘞！做對嘛？好，做對了哈。別碰下來喲。嘿，按住唱的客家界林俊傑、小家樂來帶來一條江南 style， 啊，江南，江南。世君也蠻搖的哦，他搖背的，真的。在他下面穿裙子，你沒看到？風到這裡就是念，念住過客的思念。雨到這裡纏成線，纏成我們留戀人世間。你在身邊就是緣，緣分寫在30世上面。愛有萬分之一甜，寧願我就葬在這一點。圈圈圓圓圈圈，甜甜黏黏甜甜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臉，神奇的溫柔，滿願的溫柔的
就像风雨的善变，相信爱一天抵过永远。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被埋在江南大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来正经吗？自己唱完自己做好，这不是我的歌啦，林俊杰的歌。你好像本人来到现场哦。耳朵反应很棒，他唱得很棒。哎，来又来了，这位最弱的哥哥，我很弱，真的。你的 IQ 嘿，抽啊不抽啊？这首歌也太经典了，对啊，真的真的也是要打屁股。我如果这个答错的话，我真的是退出歌坛是吗？我答对哦，答对怎么样？你很害怕，你不能保证其实我没有走进去过。好啦，吹歌。来，哎呀，你 IQ 很有蛮冲。想问一下，嘎的。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，爱恨情仇。唔讲还可以哈，可是我想说，下私下唔冲嘞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仇太久了，这个人不会再回你身边，就变成。恨是仇恨这样子，仇对，所以我们这里真的是做词营，所以你看真的难怪给我挖出给破碎的心哦，破碎的心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合理，我觉得很合理，那吃的很合理，是不是？冯世军，但是怎么有可能让他过呢？过点公平啊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是最弱的，其他4分我们都会拿到，真的很弱，没关系啦，对，没关系，再继续弱下去，想错字了哈，错字，真的。恭喜你答错了，又错了，手里手啦哦。来，才哥，俩已经有蛮冲。这个是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哎呦，没错，我才哥，恭喜你答对了，答对了，哎，才哥换的位置也是不错哎。哦，杀好了，彭思君，给俩已经嘿。哎，好像这样不知道怎么唱啊。你要从头来吗？这不是自己的歌。爱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世界，冻结了世界，世界还是时间？是世间王世间，时间，哦，好像蛮像的。姐姐，你的发音不标准。姐姐是你的问题，是你唱错了。时间不是时间，冻结了时间。恭喜你答错了，怎么办？大家有一样开音好吗？一瞬间一定是时间嘛，好了，杀好了呀！哎，队长容易暴怒，队长。哎，好，我有点怒了。我觉得全军覆没了。杀了，风吹个嘎起，来记。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哎，古老的传言呢？自丑也可以吗？就不算在那个。跟施凤这个这个很有创意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很自丑，很可爱啦。好啦，你人可爱可以。恭喜你答对了。恭喜答对了。最后一遍。大哥 V 一天我懂好，一天冇唔錯。唔講20 V 嘛？係啊，係唔錯用誒。唔怕。記得記係。当梦被埋藏江南烟雨中，江南烟雨中，台风来的啦，台风。江南意应该懂台吧？台意。对啊。天气会变化哦。对，那是最近在林俊杰的电话，你问问看，他在江南。有冇咁樣懂上來？咪懂上來。啊，你還記錯了啦！恭喜答對啦！我答對是怎麼了？才只是随便说是最弱，就真的最弱，真的，所以闹得对0分哈。哦，你谁来对2分？恭喜！恭喜交换啦！恭喜！还哎，听一条歌哎，还有一条。谁没按讲？2人一起的啊！哎，开始20秒，不能做20秒的时间。博谦加油！冠群加油啊！清凉了，清凉了，我们下注吃下来。新宇没偷看，新宇又偷看了。新宇看拍啥妹唔错啊！我唱过哎，拜。你是忘词女王，你忘记了？对啊，换一下。
你飞来，时间到了，不行这样啊！你时间到，哎，笔请放下来，笔不用下来。好，那么爱计较的，我拿给他看一下。当然要计较，你们已经赢了，还这样拜托，你们冯队已经赢了，拜哦，强加的带来一条哈，原声原影呢？对，谁模样讲一朗一起？好来，快来啊，来。前奏真的好舒服哈，真劲。留点短发，风风面感，从黑嘅树当红太太风帆，你嘅容颜，安定印象，黑唔黑本爱扎起飞来对你冲，谁会安家，谁会安家。最甜的嘅表達，誰會安家？通通通解靈歌，你就嘅將將你情講嘅太風發，太喇叭啦，太風發。誰會安家？誰會安家？坦白嘅講情法，將佢最甜的嘅表達。本來是比波跳，什麼你，人人說情歌。來起來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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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其实这边的女人都好饥渴哦，他也想要摸这个好红多人想要跟你在一起哦，真的，你有办法多人运动吗？加了可以啊，永州的，永州的，好听，好听，很好听，真的。哎，有没有答对啊？好了，来看一下，答对了是不是？好了，嘿，踢机啊，俺们市场一冲啊，看字我就觉得错了。哎，嘉乐老师，哎，踢机也嘛个。风咚咚嘅面噶。面噶，哎，其实苹果红红的也对啦，意识上是合理的，对，意识上是合理的，所以要给他分数是不是？审分一下，审分一下。另外永州的不给分数，我们同样红队的，我都给不下去。正点哎，哦，答错，恭喜你答错了哈，错，撒落来一 V， 林冠群的聊一条，聊一机黑。你就给将将的发的爱心度给一缕发，太风发，一缕发，哎，你发现冇用用哦，太风发，你前一团就冲嘞，一缕太风发，哎，一缕发，答错了。错，你现在十度的太风发，哎，顺风的太风发，还有用雷按它一个风发，哎呦，对，哎呦，撒哈雷有注音出现，这个就是这个很难写啊。大红花，大红花，你写什么？他写比波跳，比波跳，黑马，没错吗？错，本爱心比波跳，比波跳，好了，恭喜答对了啊！好可爱啊，写注音，对啊，神奇啊！刚刚写进分啊，写进分走的哈，哎，写进分走的吗？进分走的哈，英文哦，里面有下防义词啦，哎呀，哦，也狗屎冲吗？你很喜欢假会哈，假会，脖肩爽快，对，你舒服不哈？哎，还有也狗屎冲嘛，来一个蛮我看一下哈。你可以再近一点，其实。你胸下中雅抒情歌。Sing this love song。哦，
这个会变成答对，好。下一句，哦，最后一句的吗？哎，最尾一句。人伊讲伊句有你真好，有你真好，答对了。答对了，哎呀，恭喜哈！安尼算起来，闹热队得到1分，1分，擂台队得到2分。你改了，有可能擂台队赢了哈。这样踢着单眼，我们低哦，踢着单眼，青南宫哦。好了，谢谢嘉乐老师，谢谢嘉乐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哎，有安嘛单眼的时间让唱来了。好啊，谢谢，都来玩，很开心啊，跟大家一起唱歌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进行下个单元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行下个单元，一起来。好，第二个单元。闹热團歌王，哎呀，之前以前有搞過呀，有哦，但是現場唱啊，但是人家就唱題嘛，啊，今日愛唱嗰啲細阿妹，細阿妹，夏才是正經的小吉娜，對啊，兩個妹啊，叫叔叔阿姨。叫不出來，叫不出來。哎，今天會阿婆啦，這個阿婆，家婆都幾耐啦？哎，哦，送拜了，你要表演，有，然後給媽媽和姐姐，哦，但是哦，哎，他很投入，輕動跳舞嘞，懂得影響，嘿。今天的任務你知道嗎？你知道哈？我知道，就是把耳機聽到的亂唱，對不對？對，你要認真唱哦，也不要亂唱，好吧？認真唱啊！好，有一些歌可能你聽過，有一些歌你可能不聽過，反正你就唱出來給他們猜，對，你盡量唱一樣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哈，好不好？準備好了沒？準備好了，開始出題，開始出題，第一題，加油！你容易是天亮，天亮。哎呦！你们兩個互搶什麼？出來唱啊！默契不好了，你們逢對怎麼這樣？佳琪，哎，佳琪，馬該個，無緣。哎呦！恭喜你答對了！好厲害！好，來，唱一下。聽下來唱一下舞。今夜夜空一片煙，一片煙。相依夢是真言談，談情又一年。今夜後古安浪灘，夜上心夜浪。厲害呢！芊芊你好棒。對呀，好棒啊！對啊，很棒啊！其實他很棒，頭連動作很棒，彈出來了，把自己放回去哈。你唱嘅貼片嘢，我就彈出來了。好了，哦，下一題了哈。哎，第一題哦，下一題來，芊芊繼續。我找到愛情。哒哒哒哒哒哒。這是消防車吧？好像在彈旋律。哇哦！佳琪你那麼厲害，阿玲彈得到，是不是謝佳琪？阿給拉的命運的吉他。那就要唱這首歌了，命運的吉他了。好來哦。我比別人較認真，我比別人較打拼，為什麼比別人較歹命？凄涼的吉他聲，愈講是心愈痛。
觉得好累，是不是？你们女生为什么不唱高音？你们那一边啊，加油加油啊！加油啊！怎样？明年来这边拍照重庆出了，哦，重庆出了。哎呀，你听他们有留赖吗？留赖，没有留他的赖，芊芊的赖。哦，你要留芊芊的赖，很棒哈，继续加油啊！好不好？好，再来。好了，哎，芊芊请出第3题哈，来。是美菲色舞，到了，嘿嘿嘿，眉飞色舞，没有，他真的有带，他几个音有，他说来的，哇，错不错？是不是？是吗？错不错？对。只会对错疑太多，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，吻合他的冲动，他的寂寞，不计较后果。你有100万个有漏洞，再说破以后最赤裸，事后爱不爱我，理不理我，关系的结果。一起来！你说我要结果，中间不必停留。你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，男的女的都不要再等候，自由自由，现在就要自由。芊芊，你会唱啊？好，那给你单独自己唱一下。对啊，快点。你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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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不要这样说？好了，算了，他耳朵音乐被遮住了。好了，哎呦，恭喜你们啊！终于，都已经分了啦，我都心累了，我。好了，下一题了啊！来，芊芊出题，来。杜峰有一首有关的，有一张粉丝啊，有声音。是我的容颜。为什么？是吗？是容颜吗？两岸给你的天同给片，是那个阿北唱的吗？好了，哥，我觉得好像是，好像有一枪油哦。哎，我看一下，是容颜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厉害了，按你头人出的。还好哲伟哥有猜中哎，还好我自有猜对。原唱重现。天堂改变，一分一个思念，莫破配，莫爱比狗眼狗见，生命的暗部头就靠你的相片，让给你的天堂改变，丝丝在多么次恋恋，来回三万公里年，陪你重逢延绵的世界。爱了声音，一天会好来，记得你此相见，永绵。为什么我姐不要哭了。才唱2句就哭了，不会吧？不过芊芊尽力会有唱歌词出真的来，还有唱歌词啊，而且他都给唱歌词，哎，几个副歌词。哎呦，厉害！你唔怕有办法唱跑得出来，厉害！好，恭喜答对了。好了，芊芊再出题，好不好？再出一题，来，芊芊再帮我们唱一首。再出一题，来。快歌哦，拍摄哦，给仙奴。哦哟，仙奴，按人就跑得动。我听过修建，那个组你还要来比赛？真的吗？对，哎，我真的听不出来，你们很厉害哎。有呢，弹得出来，
是听话有机冲，有冲冲。那还唱到几样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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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有那么准吗？没按准啊，但是他有那个音出来，有给他音出来。嘿，好，那小姐家里有啊。恭喜答对。男生唱男生的部分啊。见面几落拜，啊动作无熟悉，实在不应该。我爱你在心内，不敢讲出来，不敢让人知。想看卖，你想看卖，我对你怎样关怀？你的心意我也是完全无了解。小姐，请你给我吓到了。放在在心内，有你在身边，我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有了你的爱，我的心就停止在爱的世界。在一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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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摩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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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口姐，亲口姐。这位欧巴桑，你离我远一点啊！声音，同一队。好啦，对了。哎呦，恭喜我们红队答错了，答对了，恭喜哈！厉害啊！对了，好，还要出嘛？还要出嘛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一条歌，再出一首，再出了，芊芊再出一条，再出一条歌。好嘞，好。小好人，好。什么？手放开！黑帽，手放开！答对了。对你对我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要一场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，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，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。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不想用言语拉扯，所以选择不责怪。感情就像候车月台，有人走有人来，我的心是一个站牌。写着等待。这个就很标准啊！为什么他刚刚一直在念？芊芊好棒！哎呦，芊芊出了7题哈，哎7题呢，出了6题，六题，哎呦，芊芊好厉害啊！芊芊好棒哦，下次再来。对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哈，大家看到你会很开心，对，而且今天刚好中秋节，你看，对啊，来多适合。谢谢芊芊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换下一位来宾。他在我们台湾这个节目，他是大礼花，他不是。我不是向日葵吗？你也有罚。玫瑰花，很漂亮吗？在一起，教你唱一下，我就在这里。我就在这里，真实看着你，真实看着你，这就是我的 view， 这就是我 you。view 啊，就是要 you。哎呀，我也嗨女来宾了，哎呦，国际化，对，冬燕呐，开玩笑，国外朋友也在看我们节目啊 ，Hello，哎呦，你英文的我就不行了，没关系，中文可以，你可以讲中文啊，可以，还行，没有问题，一般般的而已，一般般的而已。他刚刚还说他很会唱歌，很会唱歌，那唱歌那当然来到这个节目，你就要好好的唱歌给大家听啊，给大家听一下。对，怎么你的中文也不太好？可能麻烦你哦。可以啊，真的要唱吗？真的要唱哦。你那我选一个入境随俗嘛。对。
好，准备好。好，准备好。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。哦，我知道哪一首了。好，这没有参与，这几分？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，人人夸。让我来在你摘下，送给别人花。茉莉花呀，茉莉花。好难哦。我跟你说，他在我们台湾这个节目，他是大礼花，他不是茉莉。我不是向日葵吗？你头发，玫瑰花，我觉得很漂亮吗？在一起。好啦，今日要做的一个特别来宾哦，特别来宾啊，要为我们唱歌哎，戴上耳机，好，戴上耳机，然后唱歌给他们，唱歌给他们猜，麻烦你了哦。对，听到什么就唱出来就好。对 ，OK。好 ，OK。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吗？有声音可以听得到。好，来，请Reese，那就请 Reese 来帮我们出题，替题。阿公兄弟相见勇，哲伟哥耶，好快哦！哇，好快哦！头发快，对不对？头发快，错错。你歌名你抢我的，你踩我。我先念歌名，你抢我的抢你的鸡怎么样？你很像在市场的，例如姐，我把鸡还给你哦。但是我是打桃花开。你们打太快了吧？你就没有让他表现一下唱冲两击的。我也想啊，怕来不及，因为他很厉害，他前面说阿哥，我就知道他不是。哎，有冲出歌词。有相郎，一相郎，嘿嘛，对，头发快。我以为是阿公了，阿公。没有关系，就是爷爷。来，头发快，恭喜答对了。头发开来，菊花哪里望？阿哥上来，身上两三行。一上来暧昧，艳阳哪里走？你上来暧昧，上呀哪里来？每张每上上来每救命哪里风呀的有。喜欢，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我喜欢。对，这是客家的，算是小调歌曲。那再请 Reese 帮我们出第二题。谁没爱？好快哦！哎呀，这太厉害了，太简单了。你唱的是他的成名曲。什么？谁没爱讲啊？好难哦，这个好难哦。哎，对，第一章就我有吃到，哎，你客家话懂厲害呢。雖然講嘅外國人講嘟嘟嘟嘟，有一種旋律感，有那種很美，韻律、旋律。这首歌是我的歌，對，是嗎？哇，真的嗎？呀，我們是 my song， 我有明星呢。This is my song，哎，哇，He's a famous star。聽一下耳機裡的聲音跟他是一樣的，你唱一句。誰沒安將，誰沒安將，秋秋天一蕊花。哎，他是聽到是客語版本還是？客語版本。哦，客語版本。哦。後來很讚哦，你要認識一個 famous star。Yeah。好，那我們再出下一題，好不好？好，準備好 Reese 的下一題。好，第三題。是不是唱着白着人女，快樂的。哎呦，嘉琪。哎，馬家哥哎，出來，馬家哥出來，狗命，是不是老了？是不是老了？你確定？对，你確定？你確定？是。答錯怎麼辦？答錯怎麼辦？答錯就算了，也不能怎麼辦？然後又摸喉結，恭喜你答對了啊！哎，這首歌也是我的歌呢，也是他的歌，也是你的，我是我的歌嘞，都是你的嗎？沒有，都是，就這兩個，都是你的毛，都是我的。你會唱哎，真的會唱歌，會唱啊！我們要唱《眼淚眼淚》是不是？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？路上的妹妹都不看我一眼，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？再也看不見那人魚線，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？跑
跑个几公里也能叫苦连天，真的是老了老了老了。孩子们总说我爱岁年，那就算老了也笑看天。那个我可以看得懂一些字。对对，所以你下次去 KTV 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点这首歌，人家会吓到哦。哇，你会唱这首歌？你会唱这么老的歌？而且好了，Grace 再继续帮我们出题。好，再出一题来。第7题。OK， 哎，你都唱到一句，他就猜出来，好快哦！唱可以吗？很好，对，他的歌太简单了啦。我们一起说什么歌？故乡哪跳？哇，这首也是经典歌哈。那个很 powerful， 我喜欢那个很 powerful。那听着故乡，阮的心情会开怀，我过了青山又一领。演唱你的歌声，若听着歌声，阮的心情会开怀，无伊着环境的看我，唱出阮悲情的歌声。那这是那个是客家话还是台语？台语、河洛语，哎，是台语歌很经典哦，这首歌。对，但你刚刚唱的那第一句是乱唱，最厉害的，因为每一次都不一样。陈升乱唱的，对，那个很 powerful， 我喜欢那个。对，但是他都乱唱的。对，他每一次都不一样。他每一次表演不一定准。哦，是吗？是。所以你就这样乱唱。对。我觉得 Rice 可以，他前面那个就是。这样的。他刚刚那个有点像豆豆先生。Mr. Bean，Mr. Bean，yeah， 很多人会说。哦 ，really？ 对哦。对。好了，那再为我们出个题。不是说等5秒吗？你会干嘛？因为他们也是。没有，我们罗哥倒数以后再出去好了。神的黑，同心心扉，乃来敞开tun当的山地，能等到你深夜，温顺见，春恨夜，黑温黑春真神的能力。真的唱吗？罗哥烧一下。2个人内怎么办？剪刀沙条布啊！没关系，那就来剪刀石头布是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对哈。好，大概。平衡的两条线，好像是那个，什么？平衡线，这是客家歌。平衡线。哎呀，恭喜答对啦！那个好高啊，很难。你从平衡的两条线，只存转身一个的最后一面，一个天，一个天，永远全是情，今生的缘。恭喜啦！漂亮！哎呦，律师再一首好吗？再帮我们出一首。麻烦啊！这个很快哦。共唱起，才在心。哎呀，谁魔力，谁要炸的不是你？那无敌，心里在意。等我心里买米，然后再吹哈。小心！我随你哦！
我们鸡要被斩首了。鸡哦。这样啦，公平起见，因为抢到头应该比较快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嘿嘿嘿，对啊。太谢了，才哥。嘿，那一条狗诶，马开狗。彩华姐，Bobby。Bobby Bob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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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哥，我刚刚有跟 Rich 聊天哦，给予一首歌曲啊，非常符合今天的节气，就是茉莉花吗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Okay, I'll try, but I don't know all of the words. 可以，那你耳机要不要拿下来？对，哦，可以 ，OK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很标准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的到如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哎，我的后肩可以摸，谁可以摸？你就会好。你们就送入洞房吧。慢走不送啊！我无义气嘛哦。谢谢瑞子啊！下次有机会再麻烦你来玩一下，好不好？来参加比赛。OK， 我们看下一位来宾哈。好，第三名来宾。哎，好，第三名抢到一个阿嬷级的胖阿姨啊，香香阿姨好，香香阿姨面熟哈，面熟，可以出了，面熟就可以出了，太熟了。太熟会老了，老了，刚好就好了啊！对，嘟好就好了，不要太熟了。我们见过嘛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有。我第一次就没被你们踢回去了。哦，是哦，第一次去哪里？初恋哪里嘛？屏东住屏东啊，所以你不是客家人哦？不是，你不是哦，不是。那你唱什么被我们踢回去？对呀，你唱什么？我忘了。阿姨真的可爱，这一定很好玩啊！那请阿姨，你有准备好了吗？阿姨，你知道你要干嘛吗？我知道。阿姨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听得到吗？阿姨可以哦，听得到吗？有声音吗？嗨，哎呦，香香阿姨哦，好，准备好，我们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请出题，第一题。加裝機，加裝機，我冷掉。这个笑声有，这个猜得到才有鬼耶！乌仔，台湾狗人已經估，小江老師給提示，我猜到沒啦，講，有葱巴布，就猜，歌名是這個嗎？啊，4個字，4個字，童話放克，童話放克，答對啦！下面你還問。
有哦呢，啥物哦？借问的你是南部龙花堂来的啊？龙花堂已经关啊啦，嘿，哦，好啦，再出第二题好不好？先下以第二题，好。一条法术一条法术笛哦，一条法术笛，因为他已经讲了法术笛，讲你不行这一样，条法术笛，还回来问，因为我不会讲视线呐。好，恭喜这个闹热队答对了啊！答对，一条法术笛，有人用到底，地老茶风呀谁是，风会像一心。阿公总会一条法术笛，情义值千金。我们不要唱，给他唱。输给双臂将其杀死，万古千秋不团结。我抓到了！哎呦，抓到！他上次来比赛就是唱这首歌。对啦，难怪你会回家吃自己。哎呦，他们还听懂呢。哦，听得懂。哎呀，我还在进步中呢。哦，你会唱的客家歌应该101条，就这一首。就是法术笛，是不是？有你会3首了。8首够了，来这里比赛够了。可是1首你够被你们踢回去哟。那剩下的7首给你现在唱啊！哦，对，没有了，真的。下次再来唱了啊！哎呀，今天先帮我们出题目，先出题，下一首，来。我住在这里，真是看着你。就是这是 rap 吧？这是一个。做自己。哎，这有点像那个非洲那个。你是跟梦在一起，梦一起。我可以自动省略歌词嘞。你是我的花朵。不对啊，不对啊！嘿，不对啊！不是啦。再来！张高磊。看着你。什么歌？我的 feel 啦！哎呦，我的 feel！ 哎，这么新的歌你们猜得到啊？这首歌一定要练会。我都没有听过。你没有听过？哦，你唱一定有你的 feel 啦。是啊，你唱我有的透瘦。我教你唱一下。我就在这里，真是看着你，这就是我的 view， 这就是我 you。牛啊！好了，好，继续出下一首，题好不好？嘿，继续了哈。一步，人的心哦。时间过心来。发出少女尖叫，这样可以猜得出来。浪子回头吗？浪子回头不是？放回来。收到伊，条条拢会收到伊。不是。时间一步就会过去，让那心就跟你说不是。什么歌？条条拢会收到伊。马家狗。你今嘛伫倒位？他歌名不叫这个，4个字。阿嬷伟答对了。恭喜啊！哦，真的累死我了。我听有。阿嬷，你今嘛伫倒位？阮在叫你，你敢有听到？嘿，阮的人生甲阮的成功，你敢有看到？阮在叫你，你知影无？阿嬷，你今嘛伫倒位？敢有人在甲你照顾？希望到时
你今天颜色好漂亮哦。哦，谢谢啦。我不知道哪一出哎，世间情之祖孙情吗？现在已经他还新的称赞阿天之嬷也娇女了，对天之娇女。是泡阿香，哦，泡阿香，好，拍谁拍谁，哎呦，答对了，答对了呢，恭喜蓝队，好不好？哎，然后叶吹，好了，来个自己阿姨再帮我们出自己对。爱你要答應，半年過年講，祝獎你邊愛條錢，條錢，起碼計過誒，Super 叔。Superman 啊！做你个 Superman， 陪你心中的太阳色。虽然也还没钱，有路线，就想来当你陪你的身边，给一片天，做你最甜的 Superman。今天不是侯杰之恋的系列吗？那我来喝酒了哈！啊，你好，对，就厉害，就厉害，搞嘞！过来好不好？过来，可以，来，再过一条。哦，现在这一首有点难。快歌，快点来，吴路贤。唱啊！不要唱而已。他怕唱那个牙齿会喷出来。对吧？再怎么吃？病啊！什么病啊？槟榔吗？吴再见哦！吴再见哦！不是。可能然后这个快乐都实现，快乐都实现。哎呦，小跳老师，快乐的时间，快乐的时间。国语歌，请回答。快乐的时间，请回答。快乐的旋转跳跃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舞娘。恭喜，答对了。旋转跳跃，我闭着眼，想要不见你在身边。没人看见。哦，哎，香香姐，给有送哈。香姐有欢喜是的，这种青春的肉体陪你边啊，好安尼摇嘞，安尼熟呢。哦，我爽嘞哈。我头前无感觉。哦，拄则安尼你无感觉。你无感觉无？安尼你爱安怎才有感觉？螺丝风会使无？哇！哎，就是你。老了。来啊！爱罗哥啊！好棒哦，香香姐好可爱哦，香香姐姐好棒。对。屏东较远啊，但是感谢啦吼，安尼来甲阮斗三工，谢谢啦，谢谢啊，以后有机会搁再来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尼，哎呦，这个单元结束了哈。对，这个单元结束了。红队得到几分？采果无，and 你嘅腦嘢吹係4分，擂台吹7分。为什么我们输了？用3個字來形容 and 你用啥？好唱啊！似風流夢啊，愛痛中年啊。哎，极致三歌王，赛伦讲要穿啊，难的啦，真困難，真嘅。哦，當然啦，哎呀，
马上喺度等下介绍，唔要就上台哈。看就地了，有劲沒有時間，你唱出歌詞哦。我唱出歌詞，唱出歌詞啊！我用神體跳嘅歌嚟唱啊！神體跳唱歌嘛，唱歌嘛。要唱歌嘛？半天沒唱，唱歌。神體跳。反正專業啊。2000的了哈，2000的。所以哎呀，我就唱2 V 哈，來學會做示範位。歡迎你嘅評審先生、秋華先生、有奇貴先生。欣賞好，老師好，哎，快點要跪拜啊！恭喜啊，跪下！娘娘來獎，參見太后，先贿赂，參見皇上，哇塞！哦，正經冇見到。表示我哋兩曬就要站埋路誒。啊，唔咩個路，而家有啲台呢客家嘅 TV 啊，哦，咁無人能取代。冇人講，不要吹日本人得十步。佢是本人分數較大，怎麼會得十步？看等下分數大較高當中，也比較好生意呢。你講三個講從橋出來，也講比如講馬上你讓我做一個示範啊，比如互相俄羅一下咧，有辦法冇？有啊，用乜個跳？平板，冇按改用啊，咁講，嚟，讓我示範一下。來，先生嚟示範一下。請了。先好學下嚟，大家好學下嚟。山過了一個天啊，後啊，山過天後啊，當起立秋下啦，做起立秋啊，一生了幾來心啊，一苦啊，一生辛苦。講起高菜茶一生辛苦的高菜，查老師，你談咩啊？你再一講來啦，用心辛苦哦，阮秋華先生。過來播，按到這幾過來，好棒哦！愛見了一大那一股啊，大哥，有沒莫配殺了。俄羅呀，從橋出，真係係，講真的，哎呦，拜下。兩位先生正經，唔好啦，你難睇啊！播聽啦，而家等下馬上喺度出題本，而家都馬上就上歌詞唱出來哦。哦，梗係冇人改哦。所以半日平攤一下，看哪位有辦法通過。有啦，恭喜我們兩位國寶哈，會做生意，走到畢業當中，哎呦，真嘅冇通用的哈，對啊，這個國寶級走出來就有風範，真的，然後講話有氣勢，我覺得一陣涼涼。所以你們不要再看不起這種傳統。沒有，我有工人青春應有，做唔定那聽意見，做唔定大家都雜茶，然後換，你很緊張啊！第二句，有，你們有準備哈？該不會你們要示範吧？示範！我們就馬上進行。示範！我只吃飯不示範。一邊示範一邊吃飯。羅哥開始有唱，臨時就對了哈。我還會一個啊，還會再個有嘛？羅太安多斯那風啊！哎呦。
爱子来黑香罗那，出头了卡那做啊，其实爱莫罗那。哎呀，奇怪哦，演出名出来了。哎呦，啊罗台，哎，吉娜，我爱嘞哈，我拿。哎，三国志啊，三国志。三国志啊。落梅了江南来，铭记了那那，亲爱了从那个啊。太假了，佛啦！太子家有看到嗰兩邊先生喎，冇，嚟唔係我嘅記咗的，前面嘅羅妹，我就不給亂睇咧，講啊都唔錯，我就排泄啊，係客家人，我就會排泄啊，我會排泄，係排泄講前面講啊，係啊，哦，唔敢衝聽爭咗啦，人正就好，係，今日一次唔記得揀嘅，威唱歌係威識翻音唱，你啊，前面講啊，唔怕唔等他最後唱嚟，你啊，前面講啊，我不會讓你生氣哦，你不要讓他生氣哦，因為他生氣會一直吃哦，真的，擋住看不到你，好了，馬上進行啊，那個比賽了，來，按 TV 有唱到係楊麗儀哈，哦，擂台出嘅楊麗儀，你唔啱嘅出嘅係七十位，好嘞，兩位，嚟出問題咯，用平板祝福太子家中秋節快樂。好了，給你們5秒鐘時間，哎，讀5秒，好，來，好，準備好了，楊麗儀來，擂台出，你看嘛，來，老師請你啊，寫完太上啦，哎呦，好會演啊，你看。各位加油啊！來咯！月亮流靠那有吧，江一流上那。兩位衝題咧，唱高一下嘿，用你人家唱的乜嘅歌詞？係啊，你聽下唱嘛。中秋明月採涼風，採涼風，做得。合家團圓，上一講，上一講，厲害咧啊！做得，咁厲害。對佢來講冇乜嘅困難，因為我講咧，佢來參加過
傳統組嘅比賽啊，對嘛？我係講咪是有另外個有講到一下，有講到一下，因為我唔識唱歌，唔識唱歌，所以家下唔唱乜嘅歌詞。我唱嘅捏餅烤肉搶你手，實體爭氣請偏手。偏手，阿윤啊，唔該唱嘅呢個評審欣賞啊，講一下。你如講有比較平板就比較就對了윤咪嚟講，拿捏是比較下順。哦，即係為下那生氣哦，一開始一般其實啲班哦，為咗生嘅餅啊，就用嚴重唔到嘅。唔過平常是唐傑聰嚟玩過，今日唐傑聰平板一生氣啦。所以兩位先生。唔感覺南水較好，也係風水較好。所以本一下分數。好對，好對啊！該賣下風，因為佢本來就有傳統組嘅嘛。我覺得我有學到，我覺得很棒。有學到，好，謝謝兩位，謝謝。好，沙雷，下一題，你倆片黑，總把 cap。哎呀，心儀來，強棒哦！心儀，如果還沒出問題，你去哪裡？對呀，你不要急，你急什麼你？好，來用乜嘅？用三個字來形容你用啥？這個應該很簡單吧？沒有從三個字，應該很簡單。你我們相處了，在這裡相處也有3-4個月。簡單的部分是不管怎麼樣唱羅歌都會給你分析。給分數的是欣賞。我會慫恿他們。所以等下來青菜蟲時候。青菜蟲，嘿嘿，青菜蟲吧，嘿。好啦，來，白鉗先唱好了，白鉗先衝。用平3個字啊！自己5條蟲哦，青菜蟲哦，我開始我來講哦。好來哦！情那過了山是菜流江啊，可惜了身啊，才有電影有江啊。你又惹怒他，又惹怒他了。哎呀，心儀來，心儀來，心儀來，因為青菜蟲了哈。多那夢啊，來同中意啊！莫笑，莫笑。免風風呢？我知道吼，你啊正經係客家山歌嘅 R&B 就係從頭衝啊，從頭亂衝的，人家 R&B 那個是照那個和弦在唱的，對嗎？我看你還有給發給有那手勢出來哦。沒有，可是手唱不上去，用手來比。我怕這一段人家會轉台了。你明明唱低音，你明明唱高音，還往下。對，請問一下，草馬街啊？國前唔加草馬街。熊女好哈。哦，吉娜老師的。是。吉娜。不用唱，你樣子。你用啱啱叫我嚟嘛？拜託一下。切嗰啲菜。吉娜哈，過上食材醬。食材醬。你還記咗的？可惜咧，跟餸菜嘅部分哈。一般。對。好講法。醬蝦噶啦哈。那種電音醬，電音醬，
电影强，也临时想词也很重要啊，对吧？电影像成电影强的某个样。电影像就厚厚周年啊，电影强你就要投胎转世了。不应答哦。哦，那厉害厉害了啊，懂厉害。心意真给，心意，哦，他唱的超级 R&B， 我没有听过你唱 R&B 唱那么棒。你刚唱法文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对，你冲嘛该啊？你冲嘛？冲四方歌王，爱同中意你。哦，你上也上，手黑你哦，乃最后给手黑你哦，你用讲的就好，干嘛唱？对啊，你这样唱我会不到你的意呀。对啊，对不对？直接讲就好了。哦，唱新平时欣赏给卡牌啦，一定要给分哦，不能两个都不给哦。来，第六场我就卡牌，不想给分，先公平哈。没，我想我讲一下。也喺我哋用啥卡牌，咁我哋用啥都爽亮。佢哋用嘅創嘅三個字，我哋用全湯毛。佢唔係創流行嘅，要無槍，哦，改變咧要無槍，所以也講我哋用啥用卡。卡牌用啥卡牌啊？所以一隻卡紅，一隻卡藍嘅啊。我都冇卡咩做得啦。實在卡唔起來。實在卡唔起來啊！好啦，我哋掛零啦，都沒得分啦。拜托！哎呦，跪下來了！你就要狗子想衝啊！回來了，就來了！啊，冇得到分數，喊 K 咯！愛主來，愛主你當日出去領冠軍。哦，阿連睇到杜家珍，才哥來咯！馬街鐵，馬街鐵。問題係用羅山歌搞睇自家鳳衣嘅概念。哎呦，你要懂中藥，真的好好唱中藥哦，唱得讓大家聽得懂哦。還有唐的事了，不要再 R&B 嘞。杜家珍先唱好了，家珍先唱，好來，老師請了哈。加油加油！哇，好棒！加油！才哥加油！谁说你可以这样唱？加松自家隔離，我別做為本人發錢啊！口罩愛戴好來，輸贏看到人會嚇死人啊！你用啥冲嘛？哎，家珍亚张真正的 R&B， 哎，这你 R&B 对嘛？来老董诶，惠妮休斯顿回来了，一个是冲白天，唔对冲嘛？哎，家珍也还蛮有味道的嘞，对，还有真假音转换，正经的，对，但是冲嘛跟还没糖毛，还没糖不是？对啊，你冲嘛个啊？你家冲嘛个？我冲介在新冠飞扬啊，然後年鏡。年鏡，可以了，加雙射數，加雙射數，報案控，報案控，哦，加射數，年
行报安康，无押韵啊，无押韵哦，对啊，各位林冠群充满还是还有唐诗人，林冠群充满，你充满了唐诗人，口罩，翻译出来的，你别吞口罩，充满干呀？吉家隔离，吉家隔离，哎，唔好欧北行哦，因为会不然得罚钱。欧北照呢？欧北杀人，我本人罚钱，口罩，最落嘅戴好，最落会戴好。應該追 M 吧？追 M 咪做的，追落嘅，都做的。素顏阿用唔好出門嚇到人。而家仲嚇死人，哦。對，你聽我先生嚟公平下。在你按動的時間，要俾你想出啲個東西歌詞，實在也冇簡單。其他都唔免了比咯。係啊，人家落山歌也冇按用字啦哈，所以咁我落實法用啥俾肯定啦。所以我邊個嘛，我騎牌嘛，我騎牌，有牌好騎啊！可能風水啊南水，好啦，搶騎牌。哎呦，公平了，好，謝謝兩位，謝謝，回頭感謝兩位，比我還高分，比你還高分，對，正常啊，你0分呢，丟臉，你們得罪主持人，我告訴你，丟臉，而且冠群也很厲害，他也知道，對啊，秋霞老師素顏會嚇死。含羞很敢講，那他回出來嚇你啊！嚇你啊！好了，啊，沙倫，然後呢，出要派出來李維倫，來一輪就好了，三玉之光，好來，就吹隻題目哈。以前吼，你下見就見好咧，拿到李友嘅補助片吼，而那一篇稿，想用平板衝出來。就行上去嘅5秒鐘，馬上就上出歌詞。來，好，李倫開始，加油，好，加油！有動作有韻律感，有，舞娘又出來了，舞娘，你們用吧你。海流來路那嘅那，又條流來橋那，龍潭流來茶那香啊，萬里流來漂那。小吉娜呢？苗栗流過南港，苗栗過港。去哪裡啦？你用啥衝嘛？哈，李倫。衝，想一下，太海路嘅有吊橋，龍潭茶香萬里漂，萬里漂，哎呦，阿遠來不差，歌詞不差，我剛才唐傑已經感覺到陳雷的衝來，哎呀，奇怪，還有團結人，這種東西，斷得很清楚，清楚啊，穩住很充滿，有 R&B 的手勢有，還有身體，我衝唔慫意，係衝苗栗，苗栗國家何鳳拱啊，
何凤公啊，苗栗烟你烟唱听听苗栗国啊，苗栗国，国文讲说我们苗栗是一个国家，是一个国家，啊，三二哦，三二年咩哦，三二嘅景点，景点，用吧，漂亮风呐，漂亮风，漂亮风，凉风，凉风。哦，凉风啊，漂亮风，那片凉，今天漂亮风，做嘛有押韵冇？冇押韵啊，冇押到係啊。電到尾輪有押韻啊，啊對，唱兩面先生要排嘅好強。係啊，本來吹揚嗬，唱騎牌。來恭喜文竹啦！回來！沒關係，Q 分啊，同分。你覺得還要玩下去嗎？我真的很怕人家轉台呢。再一題好不好？再過一題啦。這個女你哈，好，這個女你哈，跳上也很衝，真的。哎呀，秘密武器要出來了啦！你倆推拍出來，彭思균。彭思균哦，俺上可能俺偏慢演好嘞。所以啥啦？佳琪，你不要。佳琪啊，松義啊。哦，你衝過誒哈？衝過嚟哈。哦，來佳琪。佳琪。盲衝啊！好啦，好啦，俺問題係用廬山歌唱一場冷笑話，冷笑話啦。哦，冷笑話，很難呢。唔講我講乜嘅天點，乜嘅好風講，乜嘅可能較好笑。係啊，冷笑話嚟唱，真的很難呢。係啊，啊，唱完自己笑，唱完自己笑就好。張總不笑，對，這題應該給你。對啊，我聽到那個分數，我屌出來咧。我帶你先唱。好，誒你唱嘉琪先好了。嘉琪先唱。Lady first，好來，好。加油，嘿 ，OK 嗎？好笑哦，好笑哦。他有原住民舞蹈出來了，有冇？原住民嘅舞蹈出來。馬嘅花是说，第一个人是马莎，就是了。我的罗斯风啊，不会唱。就嘿呀！哎呦！笑一下就笑一下。哎呀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真的。廬山歌唱出來咧冷笑話咧，加加錢誒，唱乜嘅歌詞？唱乜嘅歌詞？唱馬嘅花嘅毛公子，毛公子，毛公子，馬嘅花毛公子，毛公子，係乜嘅東西？係嘅花 V 神子。而家真係超多腦章，有個 V 神記錄我，記錄我，好多講話啊，真的好棒哦！金簪，誒，阿世軍咧，世軍唱嘛？唱嘛？係唱到迄個書記跌黑，書記時常跌黑嘅人係馬莎。哦，乜嘢？啊，就係 Lost 風，就係 Lost 風。
手，狗屎写手，狗屎写手，写手，有他讲有 QA 都有 QA， 罗哥 ，lost phone， 哎呦 ，lost phone， 都好 lost phone， 哎呦，这上火哎，最好的梗呢，厉害，哎，两位都在卖演创作家个，哎，来，哎，欣赏，哎，风吹扬呀，南吹扬，来，抢卡牌，抢卡牌，哎，耶！谢谢两位，回来。我呀，真的冇人改哈。哦，真困难呢，真难。对呀，安尼总共分数用吧，分数出来啦，三大单元总结起来，来年农业吹20分。安尼擂台队23分。恭喜得到1万块，耶！好的，棒！农业吹有终极惩罚了。来，深夜表，看到你要惩罚的嘛？来，你们帮他讲，快点。农业吹有终极惩罚了。来，深夜表，看到你要惩罚的嘛？来，你们帮他讲，快点。你们帮他讲，快点。3分1张啦，去给他献1张哈。谁敢夹折尾？要多敢。对。那只好请不在就丽茹姐姐了。你看这位老师平常对你们怎么样？分数打得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尽量来，尽量来啦哈。不是单单。给送一后，来，夹着哈。好了，给等哦。你们要去哪里啊？夹哪里？看你要夹耳朵、夹脸、夹鼻子都可以。腰部以上都可以夹，好不好？腰部以上。你要夹内头也可以哈。准备好吗？后来佳琪你也是蛮狠的哦，佳琪。算到3的时候，大家一起拔线哈。专顺清通，等下，你们稍微蹲下，你们要镜头往那边，背后这样，背后这样拉，好吧？然后先给公台给报名来专线吗？专线吗？中秋节快乐！中秋节快乐！什么？要吃3个月饼，3张月饼。好了，给你文艺了哈。可以啊！中秋节快乐！哦，希望大家哈，一听到准时出来，闹热打擂台，闹热冲下来了哈。报名966667人6人还有传真电话2117778131。哎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是毛毛最欣赏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啊。